釘釘新手指南，了解釘釘全球化產品。釘釘致力於服務2500萬企業，同樣也在加速全球化產品和能力的建設。我們有機會將釘釘以低成本的方式提供給上下游級客戶，甚至是海外客戶使用。企業出海首先面臨的就是語言關的考驗。釘釘做了大量工作來幫助企業應對多語言難題，無論是即時通訊文檔、協作音視頻會議，還是考勤管理等，釘釘都能提供多語言翻譯能力。當前釘釘已支持英語、馬來語、印尼語、西班牙語等15種語言，其中英語支持全部應用，其他語言也覆蓋了核心應用。釘釘還將推出全界面翻譯功能，界面上的每一個字，無論是網頁還是小程序，都可以翻譯成目標語言。在聊天中，可以通過設置 AI 自動翻譯，實現發送與接收消息的自動語言轉換。在音視頻會議中，啟動自動翻譯功能，能夠將語音實時轉化為文本字幕，並實時翻譯成目標語言。閃記為用戶提供了高效準確的記錄解決方案，支持將多語言音頻轉換成目標語言文本，對生成的紀要也可進行快速翻譯。跨境業務協同也是出海企業面臨的一大難題。釘釘充分考慮跨時區和跨境的需求，在不同場景提升協同效率，繪畫展示對方時區時間，充分考慮對方的日程時區，盡量在工作時間段溝通工作。針對管理員角色，能夠在管理後台進行多語言設置，方便不同語言的企業用戶進行高效操作和管理。多組織帳號管理及企業帳號功能助力企業管理不同地區員工，實現統一的帳號管理和協作。釘釘智能考勤系統支持根據員工所在的多種時區安排考勤時間，並且添加全球考勤地點，實現考勤結果精準計算。無論員工位於哪個地區，都可以按當地時間進行考勤打卡。在文檔協同上，釘釘支持表格、多維表、腦圖等多種形式的創作，信息收集、項目管理、業務匯報等工作都可高效完成。通過釘釘日曆功能，輕鬆安排跨時區的會議和協作任務。在查看和發起會邀時，可查看多時區時間，支持編輯多時優，提醒時區變更。跨時區會議可自動推薦全員合適時間，提高組織者效率。國際版的易達郵箱 TeamVision 也做好了準備，能夠提供高質量的產品體驗。此外，為了提升用戶體驗，我們在海外部署了大量加速節點，如全球美國和新加坡的加速節點和數據存儲中心。